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一开头的像第一句，它是一个下行的一个音，是下行的一组音，所以我们气不能这样子就往下掉。我的生命很好你不能往下掉，所以要撑住，不管是下行或者上行，气都要撑住。我的生命很好你要撑住，不能每个音都往下掉。好，我们从头来一次，来，女生来撑住。继续。从前4小节好吧，从头，从第二行。是你们的 solo， 好，这样先2小节。
我们老师帮我们弹一下新娘，对，新娘小姐，新娘。好，有没有听到？对，所以我们老师最高音就是声音小姐，对，是听到你们的什么音？啊，咪咪咪，对，可能咪咪，然后再变，好吧？然后我们听，新娘小姐。这边我们来看是我们的48页最后一行。好，来我第一个48页最后一行，来1、2。
换气的地方，我以最后一句为例。你小事我平安，我要完全奉献，这个才可以换。献要把它唱完，不能只有奉献这换错地方之类的。好，我们就这一句。你小事我平安，我要完全奉献，再换一次。好，最后这一句，对，一起来哦，最后这一句好，加伴奏来。54页最后一行。好，一样，嘿，你要把它唱得清楚，再换气哦。好啦，来1、2。一样，女生一开始是你们的 solo 放感情，然后让高音把你带到就是音量带大声，哦，有高音音量就自然会大声，没有关系。
心滚对你。哦，这边女生没有关系。那男生好了，46页第一行。专心滚对你。这边要不要换气？我觉得不用统一换气，有气的人就听过去，没气的人就在这边换。对，所以因为这边其实。说连结的地方吗？转掉那里就是52页。好，我们从52页转掉那里。我们从那个。
为等一下要2点以前，啊，我有邀请几位名家姐，但是虽然这我一直我有邀请你，只是说一直在赖上你可能没有读啊，那没关系，咱今日的方式不要紧，咱今日的方式就是咱等下礼拜前咱就是先徛伫耶稣的上啊头前啊，我有邀请伊乐啊平云秀妍姐，啊本本还佫有一位啊，讲无方便了紧。
上的179首。后一首是心心诗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可以。
办爱的心来唱回情诗。兄弟平安，当咱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咱将咱的行动电话来静音。代表期待甲愿望，上帝奥标的计划通过先知所讲，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收拾咱。对安尼，救主耶稣伫2000年前来到世间，咱点到即支期待的蜡烛，是提醒咱，要记得上帝对人类的应允。伊的确亲自保守，为互伊实现。今仔日，咱犹原生活伫期待中，盼望基督耶稣搁再来的日子。
你要将活命的话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正是新圣诗179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咱犹原徛地，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真心、真诚、真意听取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宣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启应。咱今仔用新圣诗启应文15篇，启应文15篇，诗篇51篇，我来刻，也请咱兄弟来用。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意爱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一个纯洁的心。唔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定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
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你无爱生礼，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咱三甲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施恩的主，感谢你赏赐阮逐样的恩典，搁用慈悲、仁慈款待阮，因为救恩通仰望将来的荣耀。阮要常常诉算你，互阮的恩赐甲恩典。阮毋但要学劳你，也要用行动来感谢你。伫感恩的节期，自想一年来，主怎样的带领甲祝福阮甲阮的家庭大细。主啊，你的恩情永永远远刻伫阮的心底，温暖阮的心，也将这个温暖分享伫身边的朋友。求你也感动因有份伫基督的疼。但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一主日，阮要用欢喜的期待的心，听候主降生，搁一摆唤起阮思考，疼是付出的，是牺牲的，毋通袂记咧上帝的本意甲教示。阮昨也开完时间的研讨会，求主帮助阮，叫每一个人的恩赐来服侍伫主的工程，来互主欢喜。小会员甲牧者是教会的中心，求主帮助阮所做的是荣耀上帝，是用单纯的心来服侍你。无辜负先人留落来水的脚迹，搁较无辜负主你的交托。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的圣名，阿免。接学乐，正我对要用我的性命献予你，来学乐咱的主，咱的上帝。
圣经，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以弗所人书3章12节到21节。以弗所人书3章12节到21节，台语汉语本220页，台语汉语本220页。上帝的话安尼讲，念伫伊，咱才会对信伊有好大个害在，来亲近上帝。所以，求恁无得为着我替恁所受的患难来累积，这是恁的荣光。因为安尼，我跪落伫爸的面前，就是伫天顶地上拢总的家，对伊来号名的，求伊照伊的荣光的富有，对伊的神用宽容，互恁心内勇敬，互基督对恁的神来徛起伫恁的心，互恁有定君系地基伫仁爱，才会甲拢总的圣徒晓悟迄个长、宽、悬、深，也知基督的疼，就是搬过一人所未知的疼。互恁照上帝招庇的充满，来得到充满。20节，上帝的惊罪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伊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当道，牧师要用互基督踮伫你的心内来正道。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主愿感谢你，你的听丰盛，你的计划奥妙，阮学伫了解。总是阮愿望会当搁较明白，基督耶稣的听。今日是大降节，愿望主你带伫阮的心内。愿开阮的心，开阮的灵，邀请你入来，做阮生命的主，对阮的生命有更较亲密的讲话。阮将今日的讲台仰望伫主，愿主你的圣神带领，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顶礼拜是感恩节，咱讲爱常常保持迄个感恩的心。敢会记得，所以这是爱努力去达成的代志。你无注意，真可惜，迄个感动，迄个力量就消失伫空气中，真无彩。所以是安那，伊都爱常常读圣经、祈祷、感谢。对这个，咱讲上帝感动，迄个感恩的心，都入来到阮的活命。咱的心，咱的生命就会活泼起来，就会甲这个葡萄树相结连。这是咱爱一直去保持的，爱出力去想，锻炼这个感恩的muscle，对无？家己生出来叫做肥肉，努力去锻炼的，或者是肌肉。今日咱来思考大降节，就是基督踮
踮伫你的心，踮伫你的心内，踮伫你的内心。咱做伙来看圣经，咱掀开咱家己的圣经，以弗所书第3章。咱讲以弗所书总共6章，头前3章是在讲我袂记甲喙暗提起来。头前3章是在讲咱怎样对一个外邦人，成做上帝厝内的人。然后第4章到第6章是在讲，既然咱是上帝家里的人，做上帝囝儿咱要怎样活出一个足水的生命？所以我先讲，你会当先看第4章，才有讲到足水的代志。你讲我很乖但是我坑恁安那？第2节，凡事谦顺，凡事温柔，凡事吞忍，伫仁爱、三宽容、用和平、三结连，旨意来保守圣神所想述，合做一体的心。合一的要紧开始讲这个，伊都该当怎样来生活？所以咱毋通甲以弗所书来拆开看，伊是连贯的。当然，咱为着要较深入来谈论、来思考，所以咱只好无法度对第1章读到第6章，但毋望咱转去爱常常看。所以咱今日是第1部分1章到3章的最后一讲第6讲所以咱对第3章咱来看因为安尼第1节正因为如此，保罗头前讲咱的生命，咱是受救恩定根伫基督，基督就是咱的坚固地基所以我呢，我被关，我受这个毋免看做是是累积，毋免为着我艰苦心，这颠倒是我的阳光，嘛是你的阳光，嘛是咱信主的人讲。保罗的生命是一个见证，上帝是真的上帝。虽然患难受苦，但是伊活了，遐尼喜乐，遐尼坚强，遐尼有气力，遐尼大的圣神的甲伊的同在。所以你对第3章，你安尼看来讲我保罗为着恁外邦人，你毋是基督，你毋是犹太人，你毋是犹太人，我毋是，你嘛毋是，但是咱因为这个。救世计划，上帝遐尼奥妙，遐尼大的疼痛。过去犹太人就是讲只有阮较特别，上帝是阮的上帝，毋是恁的上帝。到落尾，保罗甲因开剔讲，毋是安尼，上帝心意是万百姓拢是因的，拢是上帝宝贝。所以咱有时就是安尼，咱人就真软弱，看到家己的囝笑命命。讲一句无好听别人的囝死袂了就是毋是安尼。上帝世间人拢是伊的创造，无论红黄黑白种，上帝拢疼。每一个囡仔拢遮尔高水，遮尔水，有时咱看无，讲即个哪会遮皮，迄个遐尔无乖，迄个遐尔叛逆但是对上帝看，拢有一个美好的形象，因为人是对上帝形状所造成的，所以每一个人咱毋通轻看伊。你若是看袂出伊的价值，迄是你的问题。我嘛伫用安尼来，我有时去学校上生命教育讲即个囡仔哪会遮尔迄落，但尾上帝渐渐会改变我的眼光，就讲伊的家庭可能有一寡困难，伊的父母的教育就是对囡仔的即个教育方式，可能也是讲伊有一寡，一定是有一寡问题，才会造成佫好抑佫还好。我过去伫国中教得胜者，就发现讲，哇，这学生足歹教的，这安怎讲？用温柔用有时严格，有时温柔，但是有时都没有效。有时咱家长就知影讲，到即个时期足吃力的。总是我就讲，伊原爱去想有时咱过去嘛是安尼，足白目的。上帝嘛是豆豆，互咱机会去改变。所以咱毋通甲一个人论定讲伊就是安尼袂改无。上帝讲拢有可能，万事拢会。所以咱爱有一个，我最近愈来愈在体会即句话就是我讲分享迄本册《改变教会文化》迄本册，伊讲
爱有看好人的文化。看好一个人，哇，他越来越好。你越看好你的孩子，他就被你看好。你常常看衰他，唱衰他，像咱台湾有的人的唱衰自己的国家，就不好，负面的能量。那你看好一个人，他就会被鼓励；那你看不好一个人，常常他有一个想法，你就说啊，这个不行不通，那个不可能，这啊不好啦。常常拒绝他，他就说好啊，那规矩我就不要再，我就当个乖乖牌。咱常在讲教会事工讲，咱做一个首长，你要打安全牌，还是要冒险？当然这中间需要足侪沟通、智慧、甲祈祷。无说今日主题其实尾也要放伫祈祷，祈祷就是答案，祈祷就是答案。是你生命的答案，是你服侍的答案，是你甲人冲突了真济的答案。其实阮拄则伫即个祈祷会了的时候，伫讨论一块代志，有时就家己的意見情緒就來，牧師嘛共款，長老即時有可能同工攏會拄着，但是真奇妙，當祈禱的時陣，迄個心就安靜落來，祈禱就會恢復合一。講咱人有無共款的意見，難免。但是主你幫助阮所做的、所意向的，是要基督耶穌得到榮耀，和上帝得到榮光，教會得到三聽。同工的中間關係如果拍歹去，其他的攏無採工，就是了然。咱拄則讀新的誡命，上帝看重的就是這個，這是耶穌要離開。伊的學生離世以前，上尾也甲因講的，恁着三聽，親像我捌聽恁。恁若三聽，眾人要對安尼知，恁是我的學生。換句話講，恁毋三聽，有可能咱就毋是耶穌的學生，因為連基本的這個三聽合一，雖然講基本，但是嘛介困難。所以我感覺祈禱介要緊。當你甲一個人做伙祈禱的時，上帝真奇妙，就享受迄個聽的心。你本來對伊有一塊意見，但是你真正為伊祈禱，坐落來，大家三體祈禱的時陣，上帝就做一個真奇妙恢復的工作。咱都轉來這個第三章，所以這是一個奧妙，上帝予咱本來是毋是猶太人的。即馬攏做上帝的護士，第六節外邦人講較歹聽，即個字是叫做異教徒、異教徒，敢好聽？無好聽。但是咱對耶穌、對福音已經變做護士，變做好的，共一個身體，三角有分治，即個所應允的產業。所以咱看到什麼人因老爸放一塊地互伊，放一個產業互伊，放伊的企業互伊，咱感覺足欣羨，對無？但是你愛想，咱佇天頂嘛有產業，咱會當對上帝也得到屬天的產業，這更較寶貴、寶貝，敢毋是？咱所追求的是世間的產業，還是天頂的產業？咱甲咱隔壁人講，你有產業，你有產業，你甲隔壁人講，你有產業，你有產業。因為咱是護士嘛，咱是上帝的囝，咱佇天頂應該攏有產業啊。咱做上帝的囝有這款的福氣，是承受產業的。咱若毋是上帝的這個無名分，無佇這個基督耶穌得救恩典的地位中，你無這個信心來領受，咱就可能就失落這個產業。這個我最近攏在讀一個版本的聖經，叫做新普及譯本，華語的。我有機會再甲咱介紹。伊內底翻譯就是講，同為應許的承受人，就是講咱這個契約，講要繼承，下骹有你的名，三個囝嘛，三個名攏徛起來，徛去，即馬男女平等，查甫查某攏徛名佇頂懸。你的名有互上帝記佇即個應允的，即個接收人
所以保罗就带着这个感动，讲我就是要把这个好消息甲恁讲，哦，做福音的奴仆，这个恩典是照着上帝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大权能、大困难，运行伫教会中，伫到世世代代、代代无新、代代无煞，吼，所以到尾啊，伊是一个足澎湃的感动。好，恁会当转去找这条歌，叫做《奇妙真神》。时间的关系，我无放互咱听，叫做《奇妙真神》。简明耀老师下一款，奇妙真神，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从中处处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到基督耶稣内面，得到伊应该得到荣耀。啊，这个荣耀要安怎得到？就是要兄弟姊妹，咱努力去活出这个荣耀啊！咱唔通活了，无啥光彩啊，真软弱啊，真自卑。人看到讲啊，哪会上帝囝儿，哪会遮尔艰苦，遮尔哦？所以咱要活了真有见证，活出上帝荣耀。基督若带伫你的心内，你就会祈祷，你就会将这个荣耀来表现。上帝将这个测不透的丰富，所以这第三章其实第1章甲第3章真济是其实是保罗的祈祷，伊毋是写批写文章写讲啊，着安那行睡觉讲一寡神学，其实保罗伊心内充满着感动。所以第1章伊就祈祷，我为恁不住的祈祷。然后呢，你看第3章，咱找看卖，保罗什么时阵佫开始祈祷啊？伊想到遮尔奇妙、测不透的丰富。上帝，我是圣道内底上美水，你竟然高升我，互我有这个福分，做福音的使徒、使者，将福音传予外邦人，这是何等欢喜的事！因为伊知影伊的产业真多，结足侪果子。我最近嘛在努力，虽然无幸福小组，但是我去看医生，看我甲护士传福音。伊主动，我感觉伊真正，我感觉伊主动有这个上帝在对伊讲话，所以伊一个伊知影我是牧师，我看几若八了，伊就那个个人谈到，就甲伊讲1点钟，伊就讲好，伊要来参加咱的这个无顺利有一个妈妈小组啊，是讲这个陪读几若礼拜啊，我感觉伊真正有在追求，我感觉足奇妙的伫病院本来拢无熟悉的一个护理师，伊对伫这个，这就是上帝的工作，嘛毋是我教，就是这个圣神的工作。但是咱这个机会真无容易出现的时阵，咱就好把握一条，你就会当去，我就会当去体会到保罗迄个欢喜，讲一个对外邦人。望到耶稣的疼，与主相遇这足水的测不透的丰富，救世计划上帝对教会心意通过咱小小的器皿，互咱有机会成做一个稳定流通的管道，互上帝福音我得到啊，边的人也有机会得到，咱的心就甲保罗同款足欢喜。好，所以祈祷伫倒位？伊想到安尼14节啦，正因如此，因为安尼我就感动到安那跪落来。保罗伫感觉内底也无法度探访，也无法度去这个讲道无法度做，但是伊会当安那祈祷吟诗，伊会当甲西纳常常祈祷吟诗，所以祈祷变做是保罗上要紧的事奉。伊也无法度去传福音，但是伊会当为这圣徒、为教会来祈祷。而且咱来看伊的祈祷我分享3点咱领受这个恩典，全部拢是恩典，毋是咱较敖。伊的祈祷第一个伊是跪咧祈祷，你有看到无？14节，我跪了。当然，这个姿势，咱人讲姿势无要紧啊，我心内态度较要紧。但是有时这个敬虔的姿势，
会当帮助咱的心嘛缀咧敬虔。哦，你有同意无？你若是祈祷的时阵，手安尼，哦，还是三七步，安尼看起来就无真好的态度。但是咱头头练习讲，咱跪了吼，脚咱拢有迄个，我家己是有迄个祷告垫啦，吼，祷告垫的，其实出跪的，吼，骹头有袂讲足疼就是，但是你就是帮助你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但是是敬虔的态度。互你的心嘛会当谦卑落来，跪落伫上帝面前来祈祷。所以伊的态度是安尼。伫保罗伊也常常看伊的批信，就知影伊头前嘛为圣徒祈祷，尾啊嘛为圣徒祈祷。这甲咱的聚会足共的。咱的聚会头前嘛有祈祷，落尾嘛有祈祷，对无？但是咱的祈祷甲伊的祈祷有可能。也是有落差，就是咱的祈祷渐渐会变做一个形式，形式的祈祷，就是因为聚会前爱一个祈祷嘛，就会长祈祷；聚会煞嘛爱有一个祈祷嘛，就请牧师弟请牧师祈祷。所以，但是就讲有时就变做一个形式化，为着祈祷，这段爱祈祷所以祈祷。所以，但是咱应该爱追求的是发自心内、足自然的讲祈祷。但是祈祷本来就是一个无自然的事，你敢知影？对无信仰的人，甚至对基督徒初信来讲，祈祷是一个无自然的事。意思就是讲，咱当然第一个是无习惯，第二个就是讲，祈祷就是代表讲我放落家己。一个比我更较伟大的对象来讲话、来沟通、来对话、来建立关系。所以对无信仰的人、无神论，你讲恁这个人就是心灵的寄托啦。你只不过是找一个心灵的寄托。但是对咱有信仰的人，咱应该是知影祈祷的意义是。你要去想，为什么你要祈祷？就是我感觉这个代志。毋是靠我会用完成的，毋是凡事祈祷的，就是讲，其实所有的代志，如果无有祈祷的力量，也不过是人完成的代志，可能也无啥物价值，还是讲可能也无有上帝的工作汇纳伫这个内底，所以咱的祈祷，咱来去锻炼，祈祷嘛袂自然祈祷。昨昏我伫演习会里，我常常讲一句话我本来无拍算安尼讲，但是我讲一句话，讲无需要人替你祈祷，但是无需袂当替你祈祷；无需要人替你祈祷，但是无需无法度替你祈祷。无需要人替你祈祷，但是无需袂当。应该讲无需要人为你祈祷，但是无需袂当代替你祈祷。你爱家己甲上帝祈祷，无需要当鼓励囡仔食饭，但是我袂当为伊食饭，因为我食了嘛是大苦着我，就是人讲伊句话要安怎讲？猪无肥，肥伫狗去安尼，讲。当然，我感觉祈祷是非常好，毋是讲大家在提啥物人要食饭祈祷无出来无叫无出祈祷，毋是即个意思。讲我毋是在提示祈祷，只不过讲我祈祷就是爱改变做一个足快乐的事、足自然的事、足享受的事。本来是无自然、足无自然的，而且你爱甲无共款的人祈祷，也是伫厝的爱。食饭祈祷，无论安怎，去丈人爸因兜食饭爱祈祷，你感觉拢无自然有时，但是其实祈祷一段期间了后，你就无自然就变做自然啊。而且我讲过，祈祷就是答案。真侪时人甲人的冲突、生命问题，祈祷就是答案。所以你看保罗，伊第一个伊的态度真谦卑、跪落。伫上帝面前，
代表伊完全无夸口讲，你看我保罗做啥做啥做啥，我偌个讲完全拢是稳定。安那来的？靠基督来的。咱来学习保罗安尼。所以第章有一个真好的结论，就是讲咱每年的主题就是三体基督，做伙来起造，起造啥物咧？团队，起造团队就是需要三体基督。这个三体基督要怎样来这个落实，要安怎来落实？有人建议讲，咱礼拜前，信息连较底也是无连不要紧，咱是毋是会当两三人安静祈祷，无事就去甲咱做伙祈祷，中集就去甲咱做伙祈祷，5分钟的时间祈祷，陪伴咱的心。是礼拜后，咱毋通赶紧要走，无事讲就讲较底，咱礼拜后有时间，互咱甲上帝讲几句话，两三个三体祈祷，三体祈祷。因为这就是咱雅各书讲到的嘛，义人的祈祷大有功效，三体祈祷彼此认罪，主就听咱的祈求。有人讲无事不了解 RPG 是啥物，不管啦，莫讲 RPG 就是祈祷的意思。阮兜的小朋友嘛毋知 RPG 啥，但是伊知影讲到 RPG 就是讲要祈祷啊，时间的祈祷的时间到啊，暗时要困以前，绝对三个囡仔拢轮流拢会讲爸爸 RPG， 妈妈 RPG， 要来祈祷。所以祈祷 RPG 就是祈祷，就是耶稣讲，恁若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伫恁的中间，恁甲天父求啥，我要互恁。所以伊的条件是两三个人，一个人有时常常拢跳过人过，拢也是应付。但是两三个人就无共款哦，你去体会看卖。咱对5月第2礼拜母亲节过了，实体的祈祷会就拢暂停，但是线顶的祈祷会甲尾啊恢复实体的祈祷会了，已经到即嘛，咱拢无论人最少啦，有时较侪人10几个，有时像顶礼拜较少一寡，但是咱这祈祷的人就是了解讲，愈祈祷愈趣味，愈有滋味。祈祷毋是为，而且祈祷会毋是为着遐熬祈祷的人设立的。颠倒，我感觉祈祷会是这个 RPG 是要帮助咱袂晓祈祷的人。咱要有一个认知啦。就木生执事，伊就足谦卑的，伊就讲我足含慢祈祷，无事拜托你佫甲我指导，看要安怎祈祷，互我的祈祷佫较深入，佫较自然，佫较对心内安尼吼。所以，我毋是咧，真正是甲伊学乐啦。讲伊真正毋捌一礼拜，讲请假的，逐人拢有工课啊，拢无用啊，伊嘛总务但是伊就是拢一定来，就是，甲信仰是就是来祈祷。祈祷毋是一个痛苦的事，是一个享受的事。我毋知影你过去经验敢是安那，有可能啦。你过去参加祈祷会是咧忍受，毋是咧享受。但是我望会当改变，拍破一个。嘛无一定你爱甲牧师祈祷，牧师是足欢迎甲你来做伙祈祷，但是你爱找着祈祷的方式，若无你会感觉甲上帝就遥远的。你的祈祷的功夫到你见主的迄面，主再来的时阵，你的祈祷还没学成啊，甚至连入门都很浅这就足可惜，咱就损失很多的产业。求主帮助咱，还是保罗伫干嘛内底，无去赶鬼，无去医病，伊就是好好啊祈祷。所以第二个，伊什么人祈祷咧？咱看14节，跪落伫像的面前。天父上帝嘛，你跪伫天父上帝圣神上帝、圣子上帝、三位一体上帝，特别强调父，强调父，
耶稣咱拢知影，伊洗阮的罪，赦免阮的误会，然后伊讲，爸，所以咱的祈祷的时阵讲阿爸爸啊，这爸，这有时咱无讲的时阵，有时硬拗。你想看觅你头一届如果你是男生像我你叫恁丈人爸结婚了嘛，来叫爸爸爸你是叫得很自然，还是叫得很生疏？一定叫了就成婚的，为什么？因为迄是father in law，就是法律上的父亲。但是你愈来愈亲密了咱愈来愈明白上帝你的丈人爸嘛真疼你我的丈人爸就对我真好，我当做囝安尼，就是真尊重因为牧师人嘛真尊重嘛，真互相真迄个泡一粒茶真有话讲，所以我感觉即个爸，我回来了，爸，我转来即个爸爸咧叫甲较亲啦所以咱对上帝即个关系嘛是渐进式的愈来愈去体会到天父的爱，天父上帝疼痛。咱来看一位圣经好无？路加福音第6章38节，路加福音6章38节。咱现者路加福音6章38节。耶稣讲的话讲，互人就恁尾后即句用和本讲十足的即个道在叠米的即个十足的深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拼伫恁的即个衫被我一开始拢对即个无啥物感受啦，即背后才了解去讲你爱去想象一个画面，伫咱中间敢有人去米店买米的？即马可能愈来愈少拢去全联一包一包拢称好过去要去买米的时阵，是毋是爱去用即个度？有诶，毋是十足诶，用迄个头家较歹心诶，用9成还是偌济？然后呢，顶悬伊讲，搁用一支笑，这毋是我迄个，但是是别人形容互我听，摕一支笑安那，甲顶悬抹出来安那，头条。我就安尼互你尔，你就是安尼尔。但是伊讲有一届，伊感觉即个头家有法对好，伊知影讲即个家庭较散、较困难。即个可能上帝就是感动即个米店的头家，就互即个囡仔啦，缀了后，甲伊切起来，互迄个米安那拉落去，然后佮甲甜好10把，然后呢，佮倒一块，哇！安尼差足济呢，然后倒伫伊的迄落，伊就感觉讲，所以有关系甲无关系差遮尔济。咱若是天父上帝囝，讲互人就互恁的，上帝足慷慨，上帝足疼你的，用十足的深度，上尖下流。上尖就是顶悬已经尖起来，下骹拢流落去，上帝继续拼，继续倒。连摇带按，切的，佮甜哦赞看这就有画面出来我说原来我过去安尼圣经若是用背，是你尾下去了解讲这个意思咱就会当去感受到。好，最后一个第一个是讲保罗的态度真谦卑，伊的对象就是一个疼伊的老爸。你若是甲上帝当作是一个足歹的老爸，有可能咱家己的老爸细汉拢即个日本教育足歹，咱甲上帝当作是一个警察摕棍随时要甲你讲尻川的咱就自然毋敢来到伊的面前。但是你若是解释讲，上帝是安尼，要丰丰富富赏赐互你的，有即个天父上帝疼世囝的心，对象。是即款的上帝，咱就真欢喜用祈祷来甲伊求讨，好当来到主耶稣施恩宝座前来主祈祷。所以耶稣讲：恁虽然无好，阁知影摕好物件互囝儿，何况恁伫天顶的大老爸，敢无甲阁较好的物件
就是圣神，就是祈祷赏赐互你，求就互你，找就拄着，拍门甲你开，你来祈祷，你的生命会足开阔。好，最后就是保罗的祈祷的内容是啥物？来，咱看16节。伊祈祷的内容毋是讲互恁好食好困，无破病，无拄着困难，安那。伊祈祷是互恁心内勇健，这个嘛介要紧。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大的福分。如果你的心是健康的，这是一个真大的福气。我最近嘛在训练我家己。是讲有专注伫一件事，讲我想要互我的心变做一个较健康，还是讲让自己成为一个内心比较强壮的人。因为教会总是无论伫倒位，就是会拄着一寡话、一寡声音、一寡意見，甚至冲突无欢喜。那你的心若是无够勇，你就会破病，就会甲人起冤家。你就会暗时困袂去，你就会心内着内伤。你若心若够坚强、够勇壮，你会当甲这个事交托主。嘛是借着祈祷。所以保罗祈求的，毋是互恁大富大贵、荣华富贵安尼驶好车、大豪宅。伊求的就是讲，照着上帝伊阳光的布，照上帝心意啦。照上帝的听，上帝管理天地万物，拢是伊的用伊的神赏赐恁心内勇健。我拄则讲迄个新普及译本翻译讲，叫你们里面的人强壮起来啊！不要这样软趴趴啦，软羞羞啦。所以对咱基督徒一个挑战。无事今日嘛挑战咱大家，拄着一个困难放弃不爱惊者安尼，咱就无法度为主成就大事。咱爱学习一点一滴去克服你的脱界。有的人伫脱界是毋敢伫大人的面前讲话，有时是安尼。但是这我感觉其实拢已经经过训练的。我今日在看燕荣在带歌，就讲甲真顺，就是袂。但是第一次一定的嘛，这就是就是过程。咱生命中参与的服侍、教会的事工、事奉，这就是生命的锻炼的过程，无可能一次到位。但是你要有计划、有目标来去训练。老师为你祈祷，带伫你内面的圣神，赏赐你关联，互你心内勇健，互你心中的迄个气力提升起来。毋通常常破病，毋通常常需要人为你祈祷。当然，咱三地祈祷讲看连牧师你讲你有安那祈祷，但是什么时阵我会当听到讲？你为别人祈祷讲的毋是提示讲无爱为你祈祷，什么时阵会当听到讲你毋是阁要求人为你祈祷，是你开始为人祈祷对参加，无论是读经班、伫团契、伫什么团队内底，会当看见兄弟姊妹有在彼此祈祷毋是拢叫会长祈祷，叫长老祈祷，是兄弟姊妹会当做伙祈祷祈祷无困难。祈祷嘛是一定爱做的，2、3个祈祷，那是最水的画面。祈祷就会带伫恁的内底，就会带伫咱的内底，因为教会是合一的。咱毋通有放伤济嫉妒、贪心、骄傲，人的家己的软弱，耶稣伫咱内底带无好。大有一个意思，就是讲伊是主人，伊是当家。你莫讲耶稣啊，你住伫我内底，但是互你做二当家，我做大当家，你做二当家。住伫你内底，就是讲你凡事借着祈祷去了解讲，我安尼做是我家己的意思，毋对。
我应该爱照主的意思。我安尼激受去，我安尼情绪化迄是我家己的意思。应该互主来讲较温柔、谦卑、有信用的话。好，最后咱来看几张相片就是咱昨昏真丰富的内容，但是互我上感动的其实是上尾大家做伙祈祷的画面。来，咱看这张，佮下一张，我这大家就是三个人分享建立关系，对透早到下晡分享拢真好，但分享真侪是人的话。祈祷的时阵有上帝的话，因为圣神在做工。祈祷，三个祈祷，有困难无？无困难。若手牵手姊妹甲姊妹，兄弟甲兄弟才会使啦，尽量牵手牵手来祈祷，嘛真好迄个温度温暖传达祈祷。做事工毋是靠家己的手，毋是我靠财力，毋是我靠势力，是独我靠上帝神方能成事嘛？敢毋是？但是你安尼想，结果咧，拢无得祈祷，到底是啥物代志、啥物状况？团结的会长、委员无得祈祷，迄个祈祷只不过是开会前、开会后的迄个祈祷，安尼毋是？是真正这个啥物拄着困难我来为你祈祷。咱要做啥物代志，做伙祈祷，常常祈祷。祈祷甚至比这个事工较要紧。上帝、耶稣的心得到满足，比咱的事工较要紧。所以昨昏唯一的遗憾就祈祷的时间其实还佫无够。但是豆来袂要紧，我若是叫咱大家祈祷1点钟，可能较困难。所以咱的 RPG 就是10分钟，15分钟、20分钟，包括一块的圣经分享。三体祈祷，迄个圣神就会感动咱的心，毋免惊烦恼，讲袂出话，你就读一句圣经，牧师拢为你准备好拜三的祈祷会拢准备好你就读一句圣经无困难，你会去伫迄个祈祷中，圣神就教咱怎样祈祷，亲像学生讲主教导我们祷告，主就会教恁祈祷你开始主就教你祈祷，牧师当然常常祈祷会讲，我的祈祷经验甲恁分享，要安怎来祈祷？来迄个30秒的影片放者。重担太重，然后越做越轻省，圣灵要来帮助他，圣灵要成为他里面的力量，圣灵要成为他喜欢的你看，恁小朋友拢活去的，迄个义恩，伊嘛。大人祈祷，我嘛要祈祷斗去祈祷，代表因兜有在 RPG，姊妹，分享祈祷，分享祈祷，这才是一个信用的团队啦。咱毋是社团，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信用的团队。好，咱。这两个无得祈祷，这两个无得祈祷，关起来，所以这是，我感觉这就是根基，根基祈祷是咱的根基，祈祷是答案，所以牧师毋是要杀啥物事工，就是讲，兄弟姊妹你爱想，我要怎样，教阮翁，教阮某做伙祈祷，好好祈祷。稳定的祈祷生活，我要怎样甲我的同工找到一个祈祷的机会？当然拜三的 RPG 就是上好的机会，欢迎你来。最后一句，要结束最后一句，咱来看17节。基督对恁的信，也是今仔日金句，来徛起伫恁的心。互恁有定根下地基伫人内，定根根基我看到这两字根基，
根基是外口看无到的物件。你有祈祷无祈祷无人知啦。其实讲实在是安尼。咱看到教会倒行教会，你有看到倒行教会地基无？你外口看到一丛树啊，你有看到伊的根无？但是一句话讲，树头若顾好栽，毋惊树尾做风台嘛。啊，恁的人生若是常常拢在做风台，代表你的树头掠无在嘛。所以根基你若是定根伫人来，定根伫基督伫基督，我想你拄着偌大的困难，其实摇咧摇咧就过。你袂互拍败。所以，老师邀请咱，伫明年，咱的目标就是三体祈祷，做伙来起造团队。毋是到明年，咱现在就要准备，咱即马就开始祈祷，对即礼拜开始。你有关系到祈祷任何的读解，我毋知你的读解是啥物，欢迎来甲牧师分享，无好通牧师来为你祈祷。即个代志祈祷了，你会晓祈祷啊？咱可能就以后毋免为着即个就是其他的事，因为你的迄个任督二脉去拍通啊，你会晓找到即个祈祷的锁匙啊。求主帮助咱生命的改变，教会的转化，复兴拢对祈祷来开始，咱做伙同心来祈祷。请来助力帮助阮，阮今日看到保罗的祈祷，伊的态度谦卑，知影天父上帝疼，伫基督耶稣内底是何等的长阔关心。因为正圣徒祈祷，嘛毋是一款外表的事，就是迄个生命的根基，是毋是有一个勇壮的内心？是毋是我基督耶稣带伫阮的心内？主啊，求你帮助阮，借着祈祷、三体祈祷、彼此的代求，互基督耶稣丰丰富富、切袂透的疼痛，进入到阮的生命中。阮甲天父上帝有更较亲密的关系，阮甲同工嘛有更较合一。和谐的关系，阮所注重的毋是只有事工，是阮所做的来，互主你家己的心意得到满足，互你的教会得到荣耀。愿主你赐福阮，帮助阮，找到基督的同伴，享受基督的甜蜜，用基督来起造阮的活命，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恩碎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圣诗，真圣诗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请起立。受你保守永无错，至诚救主降临会中救。
万民同向保全事福，无限量，统治官兵伫你手中，眼光袂会休强。学了只尊圣白上帝，感谢圣经来降世，称呼圣心三位一体，永远不变到万世。稳定慈悲，眼光宽恕，主国基金拢无退。请坐，奉献由秀英执事甲罗伊执事。天父上帝，主阮献上感恩，因为耶稣基督成做阮生命的盼望，无论伫顺境还是逆境，主，阮拢相信你甲阮同在应允。主，我嘛要陪伴阮家己，专心倚靠你，专心跟对你，互你来掌管阮的生命，活出
基督的见证。当阮欢喜献上金钱甲快乐，伫圣工来效力。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来祈求，阿门。我线接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的第3页。首先，我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线接来读2遍。互基督对恁的信来徛起伫恁的心，互恁有定根下地基伫恁爱。以弗所书3章17节，互恁有定根下地基伫恁爱。以弗所书3章17节，来徛起伫恁的心，互恁有定根下地基伫恁爱。以弗所书3章17节。才有聚会时间甲侍奉的人员，请咱注意家己来看。请咱掀开周报的第4页。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1主日，咱用期待甲愿望来迎接主的过来。小会公告12月初5，咱有圣礼典、有圣餐，咱也真欢喜咱千真节甲平乡要伫众人的面前来信仰告别，甲因的会籍选来到伫咱独行教会。本会消息。下主日是大降节的第2礼拜，请妇女团契备办心来协助点睛。总务部有一只拜托咱兄弟，咱的本数都爱分类、分落清楚、分落好势工作人员才好处理。12月初3上午8点半总会教社委员会伫咱教会有办一个教会探访甲关怀事工实务的演习会请咱有报名的准时来参加。请咱伫12月19进前，就是咱的下一季的形式论值表甲聚会的详细的这个爱摆好势交予咱的行政干事团契的消息。今仔日礼拜后咱兄弟团契要到伫通宵半日的佚佗。相连团契伫今仔日11点20要伫1楼副堂有聚会生活的分享。12月初8中午12点要到伫北海岸餐厅请咱年末聚餐，请咱要去的人，甲风雨执事来报名并且来交费。四海读经12月初2拜四暗是今年度上尾的一课。青少年团契12月初4暗时7点伫5楼副堂遐有聚会。青少年团契因12月以后，因的聚会有改每个月的第2礼拜甲第4礼拜，是礼拜后，就是上午礼拜后上午11点20分，伫5楼的副堂因要有聚会。因暂时已经选出来会长，会长是黄宇佳，迄个会计是迄个赖环宇，咱一只甲兄弟报告。妇女团契12月初5有聚会，12月11伫中午12点伫迄个明月餐厅有做年末聚餐。社青团契12月初5伫5楼副堂因嘛有聚会，请咱掀开周报的第6页。才有关怀协会的消息，咱第
拜二甲拜四游园安尼线接安尼直直行落吼，拜五咱有迄个手机仔的课，咱有暂停一摆。大岛的事项，咱较挂请牧师带咱来为着这细囝的读册，为着身体欠安尼来大岛。教界消息，请咱家己来过目。请咱掀开周报的第9页、第10页、11页，才有奉献一只报告做领收。若是有出入的，请咱毋免客气，来对咱的财务组来反映。拄则咱看团契消息遐吼，青少年因就是真勇敢，就做出一个改变。拜六暗时，大家因为交通也是即个补习的问题，因要改做礼拜日来聚会，所以即个都无即个12月2号，12月4号即礼拜开始就随改所以咱如果有青年，咱鼓励伊。就是逐个月第2礼拜、第4礼拜，虽然减少，变做2礼拜一届，但是因甲迄个力量集中，甲迄个用得较精致，了后集中力量，因为即马我看真济即个都是阿家辅导乃至就是带，所以嘛会忝，非常认真，所以昨就大家规划。通过牧师、顾问、长老忙伫遐，就是讲，这个真好改变，咱来爱为这个青少年团体祈祷，甲因支持。咱如果有青年，咱就是互伊礼拜日下晡留落来，同阮伫5楼，伫青少年的空间来聚会，对国中、高中就开始操练因的信用。就医到老嘛袂歪错，行唔着路。咱来为青少年关心。好，咱来看大岛的事项。今日兄弟团契要去真久终于解封要去通宵行的援助、束缚、保护、交通、天气伫大自然中享受主的温暖，也彼此建立关系。建立关系这真要紧。为各中高中要考试。祈祷为重兵，就是林峰林峰先生伊的心中要做支架求主血管求主保守。民军这站身体拢无真好势，总是大家拢为祈祷，伊讲伊得到真大的困难，伊就需要大家为祈祷，所以伊讲多谢大家。祈祷是真正为祈祷，伊拜四来。出来打经顶礼拜讲哇，无说后礼拜拢无法度参加，我要去做检查大肠镜梦莹老师啦几个同学都拢该美容技术都该安尼祈祷我拢无甲伊要求讲你等一下，啥物人去为祈祷无这就是一个真水的代志，啥物人有需要，咱就去为祈祷行动嘛有时伫内你嘛爱写一个祈祷文，毋是一个贴图讲阿免为你祷告，求主帮助，安尼是一个贴图尔。你要写几句话，主求你医治伊，帮助伊。你对心来讲，安尼哇，伊感觉受安慰有人听我，甲我关心。教会具体本来就是爱安尼，敢毋是？为徐仙姐伊无说你跋倒，总是无伤着骨头，但是一寡外伤嘛，求主医治。小婷姐有较好一寡，小婷姐有较好一寡，为继续祈祷。牧师邀请咱做伙徛起来做伙来为着这个代志咱用祈祷带到主的面前。咱做伙同心出声开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祈祷的权柄，祈祷的时即时极好，阮的心就甲主你的宝座搁较亲近。阮祈祷的时阵，天就拍开；阮祈祷的时阵，你的宝座就设立伫阮中间。天顶的大人君，阮的大牧者就降临伫阮会中，就降临伫阮的家庭厝内，就降临伫阮的心内。主今日是大降节，阮要拍开阮的心门，
和助力坐宝座掌王权来带领、来引带、来保守、扶持看顾。阮来点到这个蜡烛的时，也点到阮心中的迄个期待。望阮的生命会当甲主哪亲像，会当甲主哪近我，会当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有天父上帝怜悯的心肠，互你的公义、你的慈爱，照着阮伫独行、伫社区、伫台湾这个岛屿来显出你的公义甲慈爱，互你的名得到大大应显，互上帝国真实来降临。当阮要为着阮的兄弟众兵来祈祷，为着敏君、徐轩、薛丁姐、美银，阮为因提名伫主你的施恩宝座前，阮要领受医治、病得到医好的这款福气，互阮灵魂有精英，凡事有兴旺，亲像阮的肉体、灵魂拢健康一样。主啊，求你赏赐阮，保守以家、博婷、韩爱、彭宇、佩爱、岳家、幼为、新月，因逐个囡仔伫成长的过程中有智慧，属天的智慧，尽本分来学习，伫课业、伫品格拢有见证。主啊，阮欢喜，阮教会有新的未来。这阵青少年得到主你的栽培，你亲自用圣神来引带因的一生，互因自细汉就知影牵条伫主你的信仰，伫主你的听，伫主你的真理是何等的福气。主，阮要将阮的教会每年都的事工，阮要三体祈祷，起造团队，愿主你圣神带领阮。愿每一个谦卑合一，凡事吞忍，凡事谦卑温柔的心，用和平三结连，用仁爱三包容，来尽力来保守迄个圣神所赏赐合做一体、无比和合一的心。愿将阮的祈祷带到主你的面前，愿你照你的旨意来行来实行，互阮的听不断扩大，互阮内心涌壮起来，阮的保持迄个忠诚，伫基督耶稣的听内底，也用彼此相听的心来彼此相听。愿主你开阮的目睭，看见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是内面有主你的荣耀。愿咱的祈祷奉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来唱我用主的听声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声心来听你，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声心来听你。好，牧师邀请咱今仔日礼拜后咱等下就要吟祝福齐恳的歌，然后就到了咱安静落来。然后呢，牧师今日无伫楼骹我要邀请咱 RPG 的兄弟姊妹留落来。你想要做伙祈祷，留落来5分钟、10分钟，咱做伙用祈祷来结束。好，咱来吟这个399首，愿上主大仁爱，然后牧师来祝祷。愿上主大仁爱。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会听每
悲观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其是高耶世代。愿上主用伊极大奥妙的仁爱，永远点伫恁众兄弟姊妹心内。愿主耶稣基督丰盛长阔关心的听，每时刻也甲恁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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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灭倒，闭会。咱的礼拜到这吼，咱会当平安领受上帝恩典祝福转去。如果你有心内有学担当的事，有想要操练祈祷，欢迎咱留伫礼拜堂吼，搁几分钟的时间吼，牧师来安排吼 RPG 几个一组吼，特别你已经训练过吼，你会来服侍人吼，来为人祈祷。